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小手，走走走走走，一同去郊游。嗨，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想去踏青呢？虽然防疫期间没有办法爬爬照，不过冇要紧哦。今天俺的有请每一个小朋友一起乘着高雄在地故事的翅膀游历高雄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向日葵姐姐，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熊爱听放故事的节目。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一定会发现，今天向日葵姐姐没有戴口罩，然后很多年前我是姐姐，现在我应该变阿姨了，所以你要叫我向日葵姐姐也好，向日葵阿姨也好，我唯一不变的就是喜欢说故事给你们听哦。那今天要说故事以前呢，向日葵姐姐要提醒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们要记得，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民族，如果没有了母语，它的文化还可以继续传承吗？可能是会打问号的。也就是说，大朋友、小朋友要记得，不管你是哪一个族群，像向日葵姐姐是客家人，那我就对客家语言有认同感。因为我会觉得，我会说客家话，我就会多一种竞争力，我的交朋友的范围也会变大。那我未来要找工作，也会增加很多的工作机会。所以呢，在这里，向日葵姐姐要提醒大家，不管你是台湾为公、台湾为的闽南民族，或是你新住民，或是所谓的原住民，或是像我一样是客家民族，你都要记得在家里。或是有机会一定要多学母语，多了母语，你就对这个文化有认同感，然后呢，你会对你未来的生活、你的职业都会多一份竞争力。要记得，说母语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，不要觉得害羞。所以要在这里，要像向日葵姐姐一样，大声的把母语说出来。爱讲哈，爱骄傲，我说母语，我骄傲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哦。那今天向日葵姐姐要跟大家介绍的故事，我可能也会用客语跟华语穿插在一起。必要的时候，向日葵姐姐会教小朋友说客家话，希望你也可以跟着电视机前面一起来学客语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什么样的故事给大朋友小朋友听呢？就是这一本《青黄红花共下飞》。哇，大家会觉得这什么意思啊？因为这是所谓的客语发音哈。怎么说呢？强往风发穷哈比，强往风发穷哈比，会不会说一下哦？强往风发穷哈比，这是什么？它主要是在讲哇，很多颜色色彩。在生活里面，好像蝴蝶一样飞起来了。那里面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呢？就跟着向日葵姐姐一起来听喽。外面的天空非常的晴朗，突然之间，呀一个鸟呢，像一个雷公，吓到你哦！有天路呢，来了一个龙卷风，哇，在草地上。有一个人哈，面呢提起耶，看到阿个，哇，拍手八公，身边太树下有一个人哈提起，所以蛮人哦，伊看了一下长长的天空，又看了一下绿绿的草地，阿个喊人蛮人，阿个伊出会提客家做最得意下、最本人分享、最会食东西的太宰骨。太宰骨还能见比你的主角哦。伊虽然提臭平方面多突然之间，伊闻到各香的香味哦。太宰骨都讲，阿个还能买个饭哦。八公一下都讲的哦。
家汉的客家语法，嘛家汉的用到客家语法喏。家客家语法就係客家莊嘅俗婆伯妹，每擺初一15都會囤家花摘嘅來做辦法擺白公嘅啊！哇！太最古看到條客家語法，又看到長長嘅眼人嘅田檔，伊都面到愛去長色嘅田檔來做嘅生活。客家語法喏，按講嘅語法來做個生活，做生活一定會講哦。睇最古，安尼咩一下，伊都拿一個太姜誒，拿太姜以後，伊都面伊做一個藍色的藍衫，迄度我來藍色的藍衫喏，做個生活。個呢，用語法來做符，一定會改得你下改講哦。伊都看到條講的風出現呢，眼單槍做個符，嘛可以做個色神的符。即刻看到講的風，伊都真頭那個。伊講的做下以後呢，太叔八哥都。田路呢行前一看，看到太做一股提江的地背的樣式，哈哈哈哈！來有你安尼做嘅喏，會哪死人喏？安尼呢太叔八哥突然言論都是，哈哈哈哈！太好那個呐！太做一股看了一下，自家丈夫。就是把做喏，又看了一下太叔伯公的丈夫，伊都幫論太叔伯公的三腳，就講太叔伯公，娘丈夫做嘅一句話啊！太叔伯公家看到自家丈夫，又是把做，又本煙燻的烏索索。一下都講有一些壞事，就同太子姑講，我個從聽做白公開始，新丈夫就冇揾過呢。我冇個想揾一兩新的丈夫哦。太子姑就。講剛眼人來做新的丈夫，安尼免法以後呢，眼人呢所有的伯公都聽人講好，做乜講所有的伯公呢？原來個總頭地位，除了太叔伯公以外，總頭還有一個總頭伯公，總面還有一個總面伯公，天丘身邊還有一個天頭伯公，喺水準身邊還有一個水口伯公，喺眼人的山身邊喏，二口的地方還有一個石頭伯公哦。到所有的伯公，每一個有個好來做個新丈夫，因為眼人呢總頭伯公的丈夫快係一太坑哦。總面伯公想要帶一搭新的帽誒。眼哋石頭伯公都有他一個縫布誒，嘛無所多的。眼哋水口伯公咯，講眼個上去，眼嘅身後有一隻很漂亮魚的丈夫哦。太叔伯公都講，喺度眼來揾過一個有花色的丈夫，可以來跑會夾鬼後生哦。最兩面。連媽祖姑婆又出來呢，媽祖姑婆都講，我馬貴想有一輛新丈夫，就安呢。有媽祖姑婆都同我哋善良的客家莊的村民都講，發出個一個消息講，仁愛義莊，佛愛金莊，
爱屯他家讲，俺呢客家庄的村民爱同俺呢问新丈夫哦。传统的男衫可以代表俺呢客家庄、客家民族独特勤俭的精神一定要流传下去。不过啊，俺呢台湾人讲的台湾花布哦，唔系过时的东西哦，经国际上啊占蛮流行个台湾的花布，所以啊，能等啊，爱好好设计，爱有创意，爱开始来做出有特色的俺的新呢。客家人做嘅新衫裤，大家听起安尼的消息以后，就开始七嘴八舌，开始讨论起来嘅。该怎样嘅做呢？一场俺哋别出心裁、各有意思嘅新衫裤嘅展览会，就开始通俗嘅哦。大家人听到安尼消息，俺哋东村呢？裁缝师都开始做染布，染乜嘅布啊？染蓝色的布，也系染18金的色啦，也系染花布的色啦。哦，时阵的设计师呢，就设满花爱能新的花色。南村的阿婆呢，就推下孙的比上比下，孙的我用的做甲个好看咯。北村的小阿妹诶，马色芒臀部诶，天数连起来。安尼大家唱卡色芒，安尼太这句马亲无限呢。一下看到太水头，一头俺能做蓝染的染布的木染哦，空一提俺能呢太痛的好，做染料。一下呢，又拿。一太块的拍布诶，哦，一下呢又奇怪去东看西看，所以呢我用来做行上行下，一下都讲，眼看前边，我唔通就搞来做一边，所以啊，别出心裁，各有意思，个客家新衫裤的展览会。就开始了哦！一下啊，东村哦，设计师伊都请一对公婆，就一对公婆就是夫妻的意思，夫妻都系公婆，嘿，伊都请个公婆做衫裤出来展示哦，公婆用来做情侣装。时阵哦，就来一个看态度的妇人家。看态度就是怀孕，看态度，伊哦把一个背包，贵有型的背包，伊嘛做一个呢呀，叫个生意呢嘛做一个贵有特色的背带来比较可爱。咁南村咯，南村做乜嘅呢？伊都派嘅3代同堂。有阿公、阿媽、阿爸、阿妹，同細人呢3代人攏做無相同的客家特色的衫褲。北村呢都邀請的嗰多細後生的，都係學生的哦，國小的學生來做嘢呢新制服哦，每個細人做起來有幾豐盛哦。再做來一樣的呢。太叔伯公哦，就做个一辆新的橙色的衫裤出来，真有派头哦。总头伯公啊，马鬼风头用的呢，伊都戴的一当，伊上个新的帽诶，伊都真是有一当新帽诶哦。接下来，做米伯公啊，规身呢。哇，金娜多！俺哋石头白公咯，本嚟一个缝带嘅吼，他个提头拿当过，伊都提退好跳上跳下，一下还帮个四角两田哦，帮个抬下去啊，舞台下去了。
那水口白讲咯，伊做乜嘅新丈夫？伊做身方有骨到5个新丈夫，好欢喜嘅哦！最大嘅有下唔少哦，最念咪眼内呢，万人啊，马祖古婆做呢一个新丈夫，金光四射，金光闪闪出来哦！哦，面孔啊，笑眯眯的，各有气质，马呢各有威严的行出来，升上台上哦。家眼呢呢，太水鼓呢最亮咪出来，他家出分享太水鼓，太水鼓呢做一辆像永夜的新丈夫，哇，双背呢，哇，有夜的样诶，几多色色。橙色、黄色、红色，伊都伫台后行上行下，都像一个容易的比来比去。他家拢做到一家新丈夫，又真蛮听哦。因为啊，太早一句啊，唔谈抢贵位是东西，原来伊嘛贵位做丈夫，做安讲的丈夫本他家做哦。其实呢。做丈夫还真是太水鼓做的吗？没有，原来呀，太水鼓有一个送上的老妹，送上的老妹啊，伊无像太水鼓样诶，伊上的贵奖，伊无像太水鼓最安泰哟。看呐，伊上的安得二下哦，伊含呢太水鼓穷开。双生的姐妹就是双胞胎，伊含那双胞胎妹妹哦，太这个含那哥哥，伊唔参枪上来安定一下，伊嘛归位做丈夫，他的手非常的巧哦，所以归位做新丈夫。到丈夫拢一起甲杀鸡，一起甲挖土，个呢，一起甲劈石了哟，所以橙色、黄色、红色。五色都以苏大方，伊拢会推批的变了一辆贵将，贵有体色的新的客家丈夫。所以呢，客家中的村民，面到俺呢个太水鼓的老妹，安定正安会做丈夫，就安不一个名诶，喊到真妹，真妹，哇，甲太水鼓吞真妹，所以呢。挺来来呢，也两啥突变安的客家中一分子诶，他家人从来没每年挺来来耶，突像安的客家村民挺头摆贵人的演上来耶哟，认同安的客家来到爱耶，认同客家中个总头的每一个人，拢系你介意安的客家文化同语言的人。所以唔管伊挺来来嘅，人哋拢来认同伊。所以呢，所有嘅人如果爱对人哋咧向爱，因为太水鼓啊，唔管去到来嘅，人哋客家做面邀请伊食饭，伊拢会囤饭菜食呛呛，也老妹真妹又安慰做丈夫，所以每一个人来个介意嘅两相妹，唔单枪。客家从台湾人拢个介意，今比听完故事的小朋友们，是不是也会觉得太水鼓同伊老妹真妹，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呢？所以枪法、风法、文法，穷下毕业题客家种，这就是向日葵姐姐今天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青黄红花。共下飞的故事，强梦风发，穷哈比的故事。那还有一点时间，向日葵姐姐要帮大家复习一下。今天里面讲到故事，有几句客家语要教大家。伯公要怎么说？我们今天有介绍了5个伯公。伯公在客家话叫做八公，八公，八公。形容我们这个男女主角大嘴巴，我们就叫做太嘴鼓，太嘴鼓，太嘴鼓。
形容大嘴巴的男孩子，哈，胎嘴骨，这样会吗？然后呢，里面我们有讲到衣服蓝山染布做的这些花布，蓝色的衣服，我们客家传统的这种蓝山，我们客家话叫做南衫，南衫，南衫，这样你会了吗？今天向日葵姐姐的故事就分享到这边。那下次要什么样分享什么样的故事，大家别忘了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，记得港都电台第3频道，向日葵姐姐以及许多会说故事的大姐姐、大哥哥们在等你们哦。下次再会喽，拜拜。我是金炳义的特派员 Emma。金炳义同欢喜来到斑马的蓝染工作室，我来访问林老师。林先生，你好，是在同咱做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好的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中林工作室的负责人哈。我们给中林工作室陪妈妈，好，妈妈做。那我工作室主要的工作范围就是做植物染色，哈，有热染，有蓝染。那其中蓝染我是比较喜欢，因为它跟客家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，哈。那先生呢很支持哈，很支持。那这边应该也都是老师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是基本图一样的展示，就是客家的那个蓝染哈，就是蓝染的纹样哈，有很多个仿染的地方，那就把一些比较基本的、主要的，我就把它一个一个染下来，然后把它做成一个笔式。然后这个是糊染。糊就是浆糊的糊，就是上面呢涂料，达到仿染的目的。染完以后把涂料去掉，就会是我们的纹样。所以蓝染的变化是很多的。哇，原来就是蓝染有这么多制造图案的技巧。那今天就是老师会带我们体验一下吗？是啊，好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，Let's go！ 那我们现在到了绑扎区，那请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染料。好，那我们染色之前呢，先介绍一下染料哈。那这个是马兰靛哈，马兰靛。那这个染料呢是这种植物做成的，这个叫马兰。马是骑马那个马，蓝是蓝色的蓝哈。那又有一个名字叫大金，大小的大，那金发的金啊。那这个10公斤的叶子才能够做1公斤的染料，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染料是大自然的精华，它很贵，哈，1公斤要1200，因为它种完以后还要采，还要制作，哈，要花很多时间，哈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染色，那染色之前呢，我们要做一些纹样。没有做纹样叫素染哈，就是都没有图案的。那我们一般呢自己做体验，通常都要来做一个绑扎的工作哈。我们今天要用到的工具呢，就是粗棉线哈，粗棉线啊，这个粗棉线很好用哈，很多图形呢都可以用粗棉线把它制造出来。好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先准备一条哈，然后呢这个大方巾哈，这个大方巾我们先把它铺平，来我们铺平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把它对折，就是把这个布的中心点找出来。好，先对折，好，然后再对折。好，那中心点就找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找出来以后，好，把它理一理，然后呢，这边再折3次，然后你先不要动，你先看我做哈，你先折过来，这个是走，好，这个中心点是走，你要抓住，然后再过来，这样听懂了吗？然后你觉得没有刚好平分，你可以再做一个调整哈，好，这样3个刚刚好，这样图形会比较完整，好 ，OK， 然后调整一下。这样子可以吗？调整一下 ，OK， 很好，好，那我们接着呢，另外一面翻过来，
来，一样的方法，也是折成3，对，折过来，然后中心呢不要忘记了啊，那个尖角不要忘记。这个呢折好以后有点像锐角三角形，你把它拿起来，然后下一个折的方法，以这个中心点开始哈，然后向下，像你这边再向外面，就是正反这样折，好，一次差不多折2公分左右。来，我做一次哈，先向自己，再向外，然后就一直折，然后沿着中间的轴线，这样一直折。这种折的方法是很多变化哈。那这个呢，也就是乐趣的所在哈。折到差不多这样就可以，这样一点点，这样就可以，可以再折2次。OK， 好，然后你把它抓好，看这边有一个厚度，这个不要看这边。可以。好，然后看这边有一边长一边短，对不对？对。长的这边你可以折过来，折一半过来，然后这边跟这边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这样对。按哪吗 ？OK， 按你不错的，好，我们折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左手拿布，右手拿线，好，然后留一个线头，放到左手的大拇指这边压住，然后开始往这个方向，好，对，然后到这个地方你就很自然的把它折起来就好了，哈。但是一定要通过这个中心点，好，绕过2圈以后就开始拉，要拉很紧哦。绑没有什么诀窍，就是要紧，让水进不去，那就会成功。好，拉紧的凑人。嘿，拉得很紧，嘿，然后一定要通过中间这里。好 ，OK， 一直拉，用到线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停了。来，你做做看。OK， 好，再来。打结，我们有时候做 DIY， 小朋友都跟我说，老师我不会打结，我说我快要昏倒了。现在的小朋友很多都不会。好 ，OK， 还有活结。活结吗？对，活结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我们好了哈，我们绑好了，我们要去染色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去染色喽。好兴奋哈。对啊。现在来到清洗区，那老师我们在就是染色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？好，染色之前还有一个工作要做，就是要先泡水，好，把布泡湿哈，泡湿了以后呢，把它淋干。泡湿的作用就是让染色能够均匀。好，换你了，好，尽量把它淋干。我们通常呢怕湿会脱水，可是因为我们东西小就不脱了，我们就用大毛巾把它吸干哈，然后我们再去染色 ，OK？ 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开始染色。染色之前呢，把布的皱褶把它分开来，然后你坐下来，然后2只手哈，把手放下去，对，整个下去，好。下去以后呢，你手要做拨开的动作，让每个地方都可以吸收到染料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刚染的时候是绿色的，好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毛染液啊，已经发酵了。来，我们再进去，好，然后我们第一次先染3分钟，我们染3次，这个颜色很这样很怕会变化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快速进行3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拿起来，先淋干，不要让它滴水哈。然后稍微把水滴回去一下，然后我们到太阳光那边去氧化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哈。把布的每个角落都弹开哈，让它跟空气接触，它才会变成蓝色。
这个我们叫做氧化，它要跟空气中的氧接触才会变成蓝色。好，这个才叫染冠就不见。不晓得是哪一个人发现的，好，大自然的奥秘。所以说就是会影响到它成品一件蓝染成品的因素，就是大概有哪些？一个是染液，染液是不是好，染色的过程有没有完整，有没有氧化的完全，染色的次数都很有影响。真的是充满了学问哦，学问很大哦。这真的是很多学问，很多就是小细节需要注意。你会发现它慢慢变蓝色。对啊，而且越来越均匀了。然后我们再去染第二次，完全变色以后你就可以染第二次。你时间够的话，可以让它放久一点，放个20分钟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进行第2次的染色喽。好，我们染第2次哈，来。那特派员现在1回生2回熟，现在应该是非常熟能生巧了。那也是一样，就是把布打开嘛。对。你没有做特殊效果的话，就是这样。除非说你中间要做特殊效果。如果没有这样子打开的话，就是会有什么特殊效果吗？比方说我们也会要有些渐层，可能把某一根打开，然后让它再继续染色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就因为染的次数不一样，所以它的效果就会有一些变化，或者拿起来再做一些反转都可以。我们今天单纯就是要染那一种花。好期待成品哦。等一下我们染3次，好，就可以拆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再等3分钟。好，我们时间到了哦。来，拿起来，一样淋干，对，淋干，然后我们去氧化。好，有没有发现颜色一次比一次深了哈？而且一接触到空气之后，它就开始迅速的变成蓝色了。对，没有错。跟空气中的氧一接触，它就变色，所以我们叫做氧化。好，氧化，这个是蓝染里面最重要的步骤。你如果说让那个折份呢躲在中间，没有弹开来，那个地方就不是蓝色，而是灰灰的，那个是很可惜的哈。真的有很多功夫而且要一直重复这些步骤。对，重复这些动作。那因为今天是时间的关系，所以我们是染3次。平常的话会染几次？如果正式的作品要染个30-40次。哇，然后一直这样，每次都3分钟。没有，有时候是要比方说再约半分钟上去。就是看作品的情况下去做。对。真的很不简单。这个要很多耐心还要兴趣没兴趣就觉得累死。越听就觉得越佩服老师。这个是支撑我们工作的最大力量，就是兴趣。就是我们年轻人讲的用爱发电。应该是吧？对，真的是用爱发电。好，我们去染第3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进行第3次的染色喽。好，我们再来1次。好，我们也拿起来哈，来，我们最后1次，我们去氧化。那我们3次的染色都完成了，要再去进行就是氧化的步骤。过来。那我们现在就在进行最后1次的氧化，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打开了，有种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感觉。不会受伤害，你会有惊喜。那个是我们染色最快乐的时候，就是拆的时候。就每次打开都是，就算是一样的方法打开的。对，有时候每一个人的手法不一样哈，这个我们说手感不一样，拆下来的东西会不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可以过去拆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去
拆礼物吧。拆礼物，真的。我们开始做拆解的工作哈，你可以戴着手套拆，比较不紧张哈。然后把头结打开，头结打开，然后把线打开。老师，我想要请问一下，因为这个布还没有干的情况下，我们打开它颜色不会涂上去吗？会比较有晕染的感觉啊，有人喜欢这样的感觉哈。是，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啊，每个人喜好不一样，有人喜欢有晕染的感觉，有人喜欢蓝白分明。好，等一下再洗。好，来你的。哎呀，蛮一强呢，哎呀，蛮一强，这个运动强呢。不过好像喊是的哦。讲了有啊？有吗？成功了，嘿，有哎，哇，对，好，出来了。这个等一下，我们再把它，我们用那个夹起来，让它吹一下风，然后再来洗。好，来，我们拿到这里来。好，让它平面，不要让它重叠，好，让它很均匀的跟空气接触哈，刚好有风给它吹，这样是比较好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这样 OK， 来，再加一个夹子，好 OK， 好，给它吹一下，好，哇，等一下我们来就洗一洗就 OK 了。好，先洗手。老师的比较漂亮，你的比较漂亮。老师的就是老师，果然不一样。没有，我们去洗手。那我们现在先去把沾到染料的手洗干净哦。对，去洗手。耶，金冰啊，作品完成了。那今天就是非常谢谢老师的指导，让我们学习到就是不管是染的方法，还是说植物的知识，那也让我们知道说古人的智慧真的很不简单，用身边的就是植物就可以制造出这么漂亮的作品。那也欢迎大小朋友有空的话都可以到万峦的钟岭工作室，那向老师请教，并且体验染哦。好，以后欢迎大家到钟岭工作室来认识蓝染，体验蓝染的乐趣。谢谢。下一期的节目特派员又会带来什么呢？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哇，听完故事，你是否觉得原来我们的故乡高雄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啊？如果今天的故事地点你也曾经去过，甚至拍下美美的照片，别忘了上传到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务委员会的网站，跟我们一起分享哦。拜拜，张磊了。